自2017年起，中国在东突厥3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估计造成200万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遭到任意拘留，关进非法的政治教育营，还有不知多少人关在看守所或监狱。无数儿童因父母被抓或流亡而被中国当局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或寄宿学校，既未经父母同意，也不准亲属探视。根据阿克苏新闻社的最新报道，阿克苏市将在市区建设26所幼儿园，当局预计将接纳近1万名儿童。据专家指出，中国刻意将东突厥散维吾尔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离，并透过幼儿园的课程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和语言。在2017年的短短1年内，东突厥散幼儿园的入学儿童总数增加了50多万。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实施大规模任意逮捕行动以来，有不少维吾尔官员遭逮捕或监禁。据阿克苏地区纪委监委消息，阿克苏地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会长帕尔哈提纳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阿克苏地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报道中没有提及他如何违纪违法。观察者表示，这是中共当局通常用来惩罚官员的指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日的记者会上指责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正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中国在此次两会期间突然宣布拟通过全国人大在香港进行国安法立法，引发轩然大波，并再度引发香港市民抗议。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王毅再度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载指今年4月，美国还出现了至少7宗因疫情而起诉中国的诉讼，其中甚至包括密苏里州州政府。这些诉讼都指控中国涉嫌采取有意行为或玩忽职守，导致武汉病毒疫情蔓延。王毅在记者会中回应称，这些诉讼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烈，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并表示中国也是疫情的受害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贿案昨天开审，成为该国首个出庭面控的现任总理。他在审判开始时自称清白，并指自己是被人陷害，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据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右翼利库德政党的内阁部长的陪伴下，出现在法院的3人陪审团的面前。他针对自己被控的受贿、违反信任和诈欺罪说，这些调查从一开始就受到污染以及被捏造。首日审讯进行约1个小时就结束。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在2019年11月遭检方以受贿、诈欺和失信等罪名起诉。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伯格表示，即使在缓解因武汉病毒造成的封解后，公司仍将接受永久的远程工作。扎克伯格表示，脸书将从今年7月开始积极开放远程招聘，预计其约1半的员工最终将在未来5年到10年内实现远程工作。扎克伯格表示，脸书员工调查的数据显示，20%员工对疫情隔离措施解除后保持完全远程办公非常感兴趣，另外20%员工对这一选项有些兴趣，希望能有更多的工作地点灵活性。